在云南，你甚至可以看到狗子努力上班挣狗粮。如果你到了丽江古城，在找民宿的时候不小心迷路了，没关系，老板会派出专属的领路店员出来接你，就是这只热情的小狗店员，他会面带微笑的快速奔向你，并成功把你带回客栈。如果行李太多了不好走也没关系，小狗店员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无论是拉人还是拉行李都不在话下。还有一个占地30亩、养了几十只伯恩山犬和阿拉斯加的民宿，爱宠人士简直狂喜。刚一进门，迎接你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贴贴。这里的每一只狗狗都被老板养得油光水滑，膘肥体壮，还能带着小博出门划船，体验来自小博令人窒息的爱。而且在丽江古城还有一家小酒馆，这里有一只靠自己唱歌挣狗粮的阿拉斯加。每当主人唱歌听到深处时，它就会跟着嚎2嗓子。有时候鼻涕还会伴着眼泪，一副伤心的不能自已的模样。难道狗狗也有忘不掉的那只汪吗？其实，在酒馆里面有5只小狗，别的小狗都在睡觉或者躺平，只有这只阿拉斯加会卖力的吟唱，给自己挣狗粮。出圈之后，也是成功的吸引了一大批粉丝，怪不得总有人说想去云南旅居呢，到处都能碰到不同的小狗，简直是爱狗人士的天堂呀！